来看英国的经典小说《1984》，是描写集团主义的语言。社会中每一个人拢受到监视，互相监控。这本册最近出版台文的版本，翻译者周永成是表示讲，望讲伫这个时机，会当透过这本册，互台湾人来思考中国对咱的威胁。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， 大兄哥在家己看。这句话常常用伫咧讲监视的厉害，无论是讲社会监控，还是思想控制，拢是要提醒大众爱美醒。大兄哥在家己看，这句话就是对75年前英国作家 George Orwell 写的小说《1984》内底出来的。最近咱台湾出版第一部台文版的翻译，是翻译作者周永成用要5档的时间完成的。迄阵是二次大战期间甲结束的时阵嘛，吼，但是迄阵已经有出现苏联的这种集权政权。虽然一寡故事伊苏联出来拢是真恐怖，但是这西方的知识分子，因个有的拢无啥相信，佫无愿意批评。所以伊就写这个小说来，甲大家算警告，讲这个咱袂使行这条路。1984是真有名的政治宣写小说，到当全球卖超过5000万本，翻译版本上无60种语言。故事在讲未来世界大部分地区直直的战争，集权政府以及压统治做目的，操控历史和监控等等全面控制人民来维持政权。翻译作者周永成表示，这本小说虽然是1940年代写的，不过针对集权主义的观察甲警示，有真侪是台湾现此时面对中国威胁的是会当好好来思考的。伫台湾，咱即马有真侪人还无了解，就是咱若是和中国争气会偌严重，所以这个是我想若是讲这本册伫这个时机有啥物提醒，也是讲时代意义我感觉是这方面。另外，周永成嘛表示，这本册甲其他的台文出版无相共，就是完全无意思的注解。伊希望透过安尼促进台语正常化。读者若拄到袂晓的词，会当像咧读中文册共款去查字典去问人，也是针对一寡新词做阵来讨论指教。周永成希望互台语通伫无共议题生态。记者卢尚如、郑准佑台北报道。